喺角色上面就係呢個人係其實都係一個幹探嚟，但係真係生活喺呢個不容許正義存在嘅世界，咁點樣可以繼續落去生存咧？咁佢改變咗之後，咁佢又唔係好中意自己係咁樣，但係又冇辦法嘅。咁即係其實你適應咗之後，改變咗之後，其實佢都唔係活得一個好快樂嘅人。當你行咗另外一條路嘅時候，做咗一次唔應該做嘅事，即係好似我呢個警察咁，我又個販毒，咁你只要做一次，你基本上就冇得翻轉頭。你話身不由己，其實呢個係一個幾好嘅形容我哋呢部戲咯。我相信幾條線裏邊唔同嘅角色都有呢一個咁樣嘅心態喺度。跑之外，我想見到阿青雲嗰種汗啊！透過個車頂嗰度對住隔離架車就咁開㗎啦。我好耐冇拍過一條街槍戰啊，周圍爆炸，後邊又爆火，跟住攞啲槍打，咁一個好長時間冇去做咁嘅工作啦。有一啲回復翻90年代我哋之前拍嗰種類型嘅動作片嗰個感覺，因為導演係鍾意實牙實齒、真爆啊咁樣嗰個方法。
最感到新鮮嘅一個地方，因為以往嘅香港電影好多時候鍾意涉獵或者拍攝到佢哋一種即係譬如兩個角色之間嘅衝突。香港嘅電影好鍾意拍衝突，衝突係可能係口角嘅衝突，亦都有動作嘅衝突。即係呢個只不過係一個例子，但係我會相信 tension 或者衝突有時候佢好睇嘅，對我嚟講唔係佢碰撞嗰一刻啊。雖然我相信有好多導演或者好多電影都係鍾意記錄低碰撞嗰一刻，但我反而覺得一個衝突或者一個 tension 其實係未碰撞之前，我覺得嗰個張力係最大嘅。